匯聚生產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特約播出。今日我哋就從手上呢一個獲得 M 麥認證嘅菠蘿包開始講起。佢唔單止好食啊，更加獲得澳門本地好產品嘅身份證添。接住落嚟，我哋就請呢一個菠蘿包嘅生產者同我哋講下，究竟 M 麥認證為企業帶嚟啲乜嘢變化啊？多美力你好啊！嗱，檀香山咧就喺澳門做咖啡茶葉都好多年嘅啦，而且咧做到街知巷聞，好出名嘅啦。多謝。咁咧當初其實係乜嘢契機底下啦，會為旗下嘅意大利特級咖啡豆同埋呢個菠蘿包申請 M 麥認證嘅咧？係，其實呢個契機好簡單嘅啫。我哋公開貨俾其中一個酒店嘅客戶啦。咁某一次我哋開會傾開偈，咁佢就提起問我哋有冇 M 麥嘅認證。咁咧我哋就話暫時仲未有。咁呢個客咧就強烈介紹我哋 M 麥嘅好處啊，攞咗之後喺市場嘅認受性啊。咁我哋聽過都好有道理，咁我哋就積極去爭取呢個 M 麥嘅認證咯。咁喺獲得 M 麥認證之後咧，你覺得對於產品嘅品質啊，或者係一個流程管理方面有冇啲咩變化咁樣咧？有嘅，整體嚟講係提升咗嘅。咁公司其實有其他嘅產品認證，例如 HACCP 啊、ISO 22000呢啲咧。咁但係佢哋比較係注重喺呢個衛生方面啊，同埋呢一個原材料方面嘅 QC 啊。咁反為 M 麥咧係關於呢個生產流程啊，同埋團隊嘅合作啊方面啊，咁令到成個生產流程其實係暢順咗嘅。即係聽你咁講 ，M 麥唔單止係一個產品嘅認可，更加係可以幫企業咧將品質推得更好喎。係，冇錯。咁喺將來嘅發展大計入邊咧，會唔會話將 M 麥認證咧拓展到去其他嘅產品度咧？會嘅。未來我哋有新研發嘅產品或者新產品出咧，都會攞 M 麥嘅。咁因為希望係藉住M 麥呢樣嘢啦，可以提升我哋嘅 marketing 方面嘅優勢啦，同埋配合到政府啊、博企啊，對呢個澳門生產、澳門中小企優先嘅政策咧，希望有到幫助嘅。希望喺之後嘅日子咧，見到你哋有更加多 M 麥認證嘅優質產品啦。咁我哋而家試一試呢杯咖啡先啦。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M 麥認證為澳門企業帶嚟嘅好處啦。但到底乜嘢係澳門 M 麥產品優質認證呢？生產力中心喺當中又點樣幫助企業嘅呢？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何麗賢經理同大家講解一下㗎。何經理你好。你好。係啦，首先想問下啦，中心平時係點樣推動 M 麥認證，幫企業提升生產力同埋打響品牌嘅呢？仲有啊，如果我哋想買到 M 麥認證嘅產品，可以喺邊度買得到啊？係嗱，M 麥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計劃咧，係屬於一個自願性嘅產品認證計劃嚟㗎。咁咧佢係重點咧係助力咧企業咧係升級轉型啦，同埋咧亦都係話咧希望加強翻咧消費者對我哋澳門產品嘅一個信心啦，亦都係助力呢1+4經濟多元發展背景下邊咧去拓展咧澳門優質品牌嘅。澳門優質產品認證計劃咧，咁其實咧係由咧我哋澳門生產力暨科技中心啦，聯同埋澳門廠商聯合會咧佢共同推出嘅。咁呢個計劃裏邊咧，生產力中心咧亦都擔任咗執行單位呢個角色㗎。咁咧喺呢度咧，我哋中心咧亦都會係提供咗喺執行方面啦，以及喺呢個技術層面方面係提供一個協助嘅。咁咧結合1+4政策下邊咧，企業想提升競爭力咧，佢哋除咗咧係話要具備咗科技應用呢個硬實力之外咧，亦都需要具備系統化管理呢啲軟實力嘅。因此咧 M 麥咧會通過標準化管理協助企業咧，去提升佢哋產品嘅生產流程啦，亦都會係利用咧呢個 M 麥嘅標誌咧，協助企業去打造佢哋優質信譽嘅品牌形象嘅。如果大家想咧去購買 M 麥嘅產品咧，我會建議大家咧可以去板樟堂1號，即是位於係噴水池玫瑰堂旁邊嘅澳品匯嘅，喺裏邊咧會係一站式咧可以購買到咧 M 麥嘅產品嘅。為產品去提供優質認證咧，係工業升級轉型嘅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㗎。咁咧未來咧將會係繼續鼓勵企業咧，佢有一啲成熟啦，而且優質可靠嘅產品咧，去加入我哋 M 麥認證嘅行列嘅。咁咧同時我哋咧亦都會係提供咧係更加強我哋嗰個宣傳推廣㗎。
澳門廠商聯合會咧，亦都會繼續咧組織咧我哋啲企業咧去海外度參加食品展㗎。咁我哋會攜手共同咧去為企業去拓展更大更遠嘅市場嘅。希望將來有更加多嘅本地企業認識到 M 麥認證計劃啦。從檀香山嘅 M 麥菠蘿包到 M 麥認證計劃嘅一步步推進，我哋既可以睇到澳門企業對於品質嘅堅守，亦都睇到生產力中心為工業升級所付出嘅努力。M 麥唔單止係一個小小嘅標誌，佢更加係澳門產品嘅品質名片，係區域品牌嘅凝聚力，匯聚每一份生產力，為澳門共築新發展。匯聚生產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特約播出。